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英文老师徐薇。我也報嘅我第一個客話呢。最近我在教客家話哦，今日我來咪咪笑講嘛嘅客話呢。其實不管你會不會做 housework， 會不會做家事啊，你這個人呢很懶惰，懶的呢，客家話的說法是懶得跟屍體一樣僵硬啊。它的說法就是說，要讓你懂懶死，要讓你懂懶死。懶就是很懶很 lazy 的意思，那個死其實就是屍體。懶死其實雖然有一點恐怖，但是不覺得很貼切嗎？就不動了。所以如果呢你是個女生，你又很懶惰的話呢，客家話叫做懶死馬，懶死妹，懶死馬就是指你很懶的女生的意思。那客家話呢，如果是指一個人很懶，除了這種說法，還有用死掉的蛇來說，死掉的蛇，死掉的蛇，死傻。那麼有一句話叫做死掉的蛇都沒有你這麼懶了，就是你真是太懶了。死傻都冇難，死傻都冇難，就是沒有比你還懶的意思了，你實在太懶了。有些人只要一聽到要工作啦，就會借故說我要去跑廁所尿遁，就像我的學生一樣，跟他說要考試了，哇，就什麼借口一大堆，老師我肚子痛，我睫毛痛，什麼都有了。那客家話呢，就有這麼一個很傳神的歇後語了，叫做男人都是尿，男人都是尿，是尿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之前有教偶是偶尿，就是去上廁所大號小號，它的借口就是比別人多了就對了。那大多數的人其實呢都是非常的勤勞工作的哈，不管生病啦，心情怎麼樣啦，他還是會很努力的工作咯。而且有時候啦，徐薇老師也承認了，工作實在太辛苦了，而且長時間工作，因此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有點意興闌珊，嘿，懶的不想動。這時候怎麼說呢？就叫做難頭，難頭。比方說你剛剛吃飽飽的啦，我就是不想動啦，你很想睡覺啦，你都冇睡啦，你提不起勁啦，你就會覺得還是都有一些的難頭，意興闌珊的意思咯。好了，如果你不希望被人家說你是個懶死的你，就是指很懶惰的人的話，那你自己得真的稍微勤快一點咯。安子 say 哦，張磊亮，再見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策劃。